很多，但总觉得还有更多的材料还没有被挖出来。今天对我来说，好像是一个我自己的学习之旅。然后我知道今天苏明带了非常多的素材、影音材料，还有很多的故事，而且苏明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。老实说，我觉得今天这个1个半小时，其实我可以不用坐在这边，也没有关系，我想坐在下面跟他讲故事。不过我今天给他开个场好了，苏明。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描述沈明呢？沈明他是一个，我们认识他多半是因为他的音乐人的身份，创作歌手。但是沈明他永远会在不可预期的状况之下带给我们惊喜。比方说他忽然得了一个金马奖啊，然后我们都以为他去拍戏了，结果也没有去拍戏。我们都以为他会继续跟图腾做原住民摇滚，结果他就单飞做一张电音舞曲的专辑。然后呢，沈明同时也是有认证通过的传统竹编的工艺师啊，然后苏明也是舞者，苏明还开过画展，我真的觉得他非常令我嫉妒。所以今天我想我们既然是在自然生活节的现场，我们还是要从音乐人的角度开始说起，从音乐人的身份开始说起，我们就先鼓掌欢迎苏明。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苏明开凤。大家好。好。好了。接下来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。谁不知道你是谁？我叫苏明，我来自台东。没有关系，我自己有做自我介绍。长哦，5分钟。要随时可以。我的部落在海边旁边。爸爸现在录了啊，这是我爸爸妈妈。不好意思，放大卡。第45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，得奖的是江胜瑜。
在充实他们在相关文化技能上面的知识，希望他们在过程中得到一些自信以及认